的装潢搭配上闪亮水晶灯，一点也感觉不出正身处传统市场内。历经20多年岁月的窗帘老店，从最基本的代工做起，赚取微薄工资，成功转型为时尚感十足的窗帘家饰店。这几年下来，一天真的花10几个钟头，每天这工作18个钟头，宁可做死也不要闲死。客家人的性格，对我宁可做死，我不要闲闲那边闲死。才说着客家应景精神如何撑起传统老布行，突然巧遇客家乡亲，自然地说起怀念的乡音。吃饱嘛，吃饱嘛，吃饱。好，吃饱嘛，吃饱嘛，对，吃饱嘛，吃饱了吗？问候语，吃饱嘛。民国84年曾经上过报的老缝纫机，到现在还陪着卢太太。熟悉的车步声贯穿着生活记忆，已经不是简单的生财工具。这个机器跟着我们已经10几年，是有它一定的感情在。孩子就是靠这2台机器养大的。一片不景气中，不断涌入的订单是最大的鼓励。简单相信着，能做事不怕苦，就是老天最好的祝福。吃饱嘛，吃饱嘛。